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门路嘅老总头老人家引来引导，后生人如晒出去嘅，也系几道乡下社区独到嘅难题。屏东新碧乡嘅蒋公村也系安尼，也多年来村长钟占雄带头种大风草，发展地方特色做尘土旅游，常常得到认同。今年还通过为校委会嘅计划案。更加提屯当地嘅老屋改做大风草主题馆，而同菜地特别的人文同大自然景观结合，多多嘅向后生人归家乡。因能认为发展无天草系会破坏本地嘅客家庄风貌。我哋一就得嗰個咩話，我哋講佢種北咁同人哋南國講。咁我哋佢種北咁樣咩都同人哋狀況嘅位咧，同信仰中心咗嘅。村內花開下注，南台灣天時同熱情同民眾上家門，本單點數四種頭，一下就鬧熱漸漸。村長總站向帶頭攬，未帶到意義性。我老婆路嗬，人家嘅種西瓜，存到錢，我做唔啊，但是有一下年頭有冇做得到亞本算最好嘅啦，按當我路嘅時間有冇嗬，佢我路嘅時當時我路是創啲米金，但是而家嘅米金有冇嗬，古路嘅時起咗了古路個嗬，變成個洋房。也喺所講嘅西瓜屋，背後無窮有寮屋係外勞屋。原來喺頭1960年代，南埔少當多年同河北鄉種西瓜，趁多錢做起嘅做呢屋。1970年代，台灣當多勞工去中東嘅產油國做外勞，轉到家鄉起嘅兩站嚟嘅父母嚟屋，同種嘅都也兩種屋嘅都有，行下做得了解上一代大病歷史。哎呀，個建屋中屋火房有冇嗬？如何嘛？一擺有冇嗬？人哋用嘅大鳳草原嘅計劃寫出來嘅計劃，要你上科委會補人哋嘅經費。搶出來有冇喺度同沙基做嘅結合？中國火房本單落確確，正通過校委會計劃案，想爭修做大風草主題館，而本來了人客來參觀。本來一地杯主題館有冇喺啲用舊舊嘅素材，講東西也講啲講夫妻馬家，都多一擺計劃嘅有冇，喺度順勢整理下老火房樣嘅，將這個大風草嘅，變成講計劃講做一個大風草嘅主題館啦。像入邊有冇嗬？這也基於我小了解下，他個對大風草有乜嘅認識？大風草啊！大風草係我頭北公司嘅生意，大風草啊！嗬，全頭頭北冇安尼啊！總站向來隻花頭，阿婆就開始講古，撒下來一記。大風草是歡人家供自個後作業，也平常時調用身體嘅天然寫成用品。頭擺到種下荷巴，蠻難看得到，也捐可以天天嘅農地方賺錢得多。總站向自家之種嘅新問題。以前都因技術都見有10多年咧，係嘛？10多年都因做嘛，甚至講送人，有個人愛賣個人也賣個本人，係嘛？賣個本人嘅時間有冇好變成攞本人為咗一起嘛？前嗰時也種都變專業去做大風草啦。按多年來老總頭人見來見少，像中國火房就是喺大塘屋，也村冇10個一股，貴建工村也係人沒冇1300人。狀況有冇好？頭擺是幾多人，但是因為呢時代變化，頭擺農業時代時間有冇好？人口動到，你像我呀火房地都有好啲60-70，大細有到70，而窄細嘅房間有冇係50-60。都更加時間後生嘅出去，所以出去路唔得過來，變咗講更加人哋將人哋火房頭擺有60-70、70-80按多年，更加變咗唔咩，按大火房那存到50-60。其實千人從行喺人口結構高齡化，後生人前無頭路，上菜出去打拼，頭種一度嘅老板條店，總站向拄到當久無看到嘅社區產業，加平常時要同老闆識條路。你希望冇？希望啊！希望係咪？係啊！嗰個頭多人哋都要去清水公園。係啊，都要去。個細則嘅。而家佢做嘅時間，而家一多年啦。而家人哋做清水公園，一多同埋國小。國小差不多。建工山拿清水公園有32公頃案發，也特別還有日本水嘅家下野戰醫院，環境當好，唔過老闆人生唔到地。
建功的清水公园，伊竞选我哋呢唔单止係我哋平常社造的國族的個老招牌啦，嘛係我哋客家中非常有名的一個生態的一個環境。各種我哋伫這片遊兩個部分更加的特殊，譬如講伊這片有一個幾好的水源地，另外咧伊有可能成為我哋這片的一個環境教育的一個幾好的場所。我哋要為個我哋清水公園。也係值得我哋嚟參觀嘅所在。我哋清水公園呢有32格，有各種岩水橋全部樹拿，可以環境幾好所在，等講可以嚟一啲避暑啦，甚至喺下邊運動，我哋林蔭隧道樣嘅，也可以嚟幾好嘅環境。頭擺軍方對體育放送嘅福建廣播電台新比台，做頭清水公園日橋附近呢，社區老佢重新整理，也係新比鄉嘅老年會館。睇下飛嘅幾舊，拄好我哋去做社區養草，我哋寫啲計劃，將一個舊建築再拿嚟利用，嗰種我哋一個計劃，要通過嘅。當初來時啊，用高嘅，人講嚟派鬼屋都最好嘅所在。一個老年會館，你一個村莊。到夏天冇事好做，你拿一個天台就拿做老年會館啦。所以老年會館咯，現在落去社區啊，影響到我哋老人家嘅有個消遣嘅所在。所以而家嘅老年會館咯，對我哋建設發展社會嘅社區幫助挺大啊。羅總頭要將變做老年村，望等後上一批歸來。有名嘅銀行人顏志文做為新兵人，其實係家鄉老一輩人講嘅雙北大兵嘅啲嘢，也轉來當地嘅希望嘅。我其實研究好呀1-2年，下場有時間轉來所以第一位去也見無嘅其實我青態嘅目的係再來尋台灣我漢地嘅故事包括頭擺發生嘅故事，還有可能將來發生嘅事情，也係我青態嘅創作嘅來源。北港對門嘅太魯順，就係阿蘇哥嘅插貨店。顏志文老屋美成屋，佢早期一度創作都同家鄉有關。按多年來，佢行卡想轉到家鄉，重新去尋創作嘅念頭。其實我第一張專輯發表當到歌嘅可以講同我也比也不卡帶所在有親態嘅關係比如我哋頭先也如木杯太準橋呢首歌其實也條準橋。第三張專輯阿蘇哥插貨店，我哋也比冇演地方希望改造社區，對太豐草主題館做實施，用觀光同塵土旅遊帶來人潮，按年4年沒落嘅狀態，再個發展起來。比如我哋要用我哋社區帶通地方我哋行通，甚至於外來嘅人潮有冇來了解我哋地方上，甚至於講將我哋貨房喺將咁樣我哋可能種乜有啲民宿，將外來人。上入兩個狀況，你暫時係嘛冇有見啦，比如人口數比增加，甚至本地嘅狀態有啲人嘅流通樣嘅啦。未來鴉片可以連接成為一個很好的一個帶狀的旅遊，唔單止係一個生態的嘛，一個三面種我哋要對客家一個生活智慧太豐富，讓佢呈現為新嘅，可以本大家可以體驗自然，嘛可以來學習我哋自然的一些智慧。我認為講最重要嘅唔係發展，係讓佢保持客家莊原來嘅樣式應該講充實啦充實我哋本來有嘅東西，因為有的東西攏係親好嘅東西。羅總頭不見到炒槍槍，尤其像喺歐洲國家萬籟古蹟，保存下來意義比建設下個重要。就像裝喺度嘅老茶鋪店同白王廟，保留上面生活親自然樣嘅，對大自然智慧地度清出發展嘅新路，彰顯得到歸去家鄉路。